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台南府城呢，一向拢是以着文化古迹、美食小吃来出名。而且呢，近年来嘛，因为这优势呢，使得咱开发了真侪新的景点，嘛，互游客来到台南一定拢爱去佚佗。但是呢，实际上咱阁有一个非常珍贵的观光资源哦，迄是啥物呢？大家敢有想到？伊就是黄金海岸。但是呢，因为一栋船厝啦荒废趴远伫咧遐，经历过几啊届招商，因为拢无法度顺利来完成，所以呢，即马大家拢会感觉讲非常的无彩啦到底是要安怎来发展呢？所以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几位贵宾到节目当中，甲咱共同来探讨，希望黄金海岸还个黄金海岸即只船厝呢，会当变成咱台南市的骄傲。好，咱伫个节目一开始，赶快先来介绍今仔日到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风景区营运科蔡宜宏科长。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接下来是成功大学建筑系英语教授傅朝清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是台南市万年文史推广协会潘文清理事长。咱主持人好，咱的市民大家好。黄金海岸方舟自救会的许华展副会长。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咱台南市议会卢坤福议员。咱现场所有咱家咧观赏的各位咱家好朋友大家好。好，欢迎5位贵宾好，咱伫个节目一开始特别先来听看讲，咱在场贵宾大家我们就来感性一点想一想说，这黄金海岸这只方舟，这只船厝到底对恁来讲恁感觉伊是啥物？亲像对我来讲伊咧起起来的时阵，拄好是民国86年，迄个时阵拄好是我踏入这个我们的采访圈，好出来当记者，然后采访呢，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招商，然后觉得说燃起了希望，然后突然间他又变成说，为什么又听到他招商失败，然后就爬横跌下，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过很多次啦。所以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他说是一艘孤独的船，这是我对伊的定义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对这个文史啊，还有我们的珍贵建筑最有研究的傅老师，你的看法？这只船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看得到，然后很难接近的一艘船。逐摆开车开足紧，想要停落来已经过啊。好，看得到，结果呢很难接近来，再来，我们的潘文清理事长，你怎么看这个船？我的感觉是伊是属于阮地方一个真特别的建筑物。伫阮的社区内底，其实去到迄个所在，其实伊是一个，咱讲景点，毋过伫阮的心目中，伊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就变成。因为没什么发展，都要变成公只是一栋建筑物好，那我们这个自救会副会长呢，你的看法？我其实是想要参考我在洛杉矶生活的这个青海近海的这样一个经验，那结合地方创生，打造台南市民一个亲子教育老少咸宜的一个城市建筑地标。好，那卢坤福议员呢，你安怎看？我感觉是文字馆。芒阿罐的店起芒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当了议员，我一直反映，不是刚我反映啦，应该是很多人都在反映啊，10几个议员出来反映啦，就是不开发，他提了好多的问题。那问题应该是可以马上去解决的，结果还是一直延伸下去了。好，所以对你来讲就是干嘛讲我想对很多民意代表来讲，都会讲芒阿罐，大概咨询我去采访拢讲就是文字馆嘛，芒阿罐嘛。好，那为什么我最后才要来请教科长呢？因为就是先听听大家的看法，然后因为科长你会不会觉得他像探手山芋，还是会像凤凰浴火？好，主持人好，那我在我的观念里面黄金海岸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海岸，从我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去那边看夕阳。那时候的游客也非常的多是。那其实这样子海边真的需要一个可以有室内休息休憩的空间那刚好在这个年代，这个初期也是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市长才会盖了这样子的一个船屋在这边。所以它对我而言的话，其实真的是一个可以期待未来好好利用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空间。
那只是看说我们如何来好好利用它。哇，所以科长看他还是充满的希望哦。好，啊，到底为什么咱黄金海岸吼，筑立一只遮尼久的这只船仔厝，20-30年来拢无法度好好啊开发利用呢？咱即马先透过影片，带大家来做一个了解。伫台南南区的海华山，采着一栋造型特别的船型建筑，就是出名的黄金海华船屋。进前经过号名票选，嘛叫做黄金海华饭洲。这栋建筑物靠近美丽的沙滩，地理位置真赞，原本被期待成为昆溪湾文化园区的重要地标。不过，对1997年起好，伊的命运却坎坎坷坷，长期拍远，甚至被合作放仔馆、受地馆检讨长达20多年。为了活化这座地标，但市政府观光旅局到处招商，不过后续规划营运一直无顺。前后至少换3摆经营团队，营运期间包括人调无充预期，欠缺有够格的商业支持，加上特别厂商无依照契约相关规定营运，而且其欠款项、违约金额甚至达到契约总价的20%。2020年10月，但市政府观光旅局正式发函终止甲该厂商的契约，不过厂商却依然坚持举办开幕活动，引发场馆内其他专柜厂商造成自救会抗议，并控诉权益受损的争议事件，嘛使得船屋再次陷入法律诉讼甲现地的循环。我毋是讲总经理安怎，因为总经理听命行事嘛，听伊顶管的人。啊，伊顶管的人是啥物人呢？就是即、就是即摆徛门口的，徛门口的即、伊的相片，伊就讲啊，咱的合约通履约金爱互管理局，比较有啥？就是伊即个相片就是即个人，伊的啦。啊，但是伊讲的话，同咱市政府所维护的是无共的。船屋诉讼原本解决以后，市府重新招商，目前已经有新团队接手，并宣布2026年4月1号正式恢复营运。虽然营运进程饭洲室内暂无开放，不过周边海花步道、沙滩以及海洋新乐园的设施拢会当正常使用。市府真有信心迈向台版的迈阿密。对现地多年的建筑到充满期待招商，黄金海岸饭洲的故事充满波折。历届建筑敢会当伫这摆机会当中脱胎换骨，为台南的观光发展拍开全新的枝桠，拢值得咱持续关心。其实，伫1997年吼，咱即个黄金海岸即只船仔厝起好以后呢，伊有历经过即个文化局啦、交通局，然后接到即个观光旅游局吼，来做即个经营方面的问题。但是呢，20-30年来，为虾米一直拢无法度解决？为虾米逐届招商逐届就搁拢遇着问题？来。然后就是互伊拍远伫遐变做讲吼，咱大家想的即个网仔馆伫遐饲网啦吼，所以呢，即个过程咱可能爱先请咱的科长呢，甲来做一个说明。船屋啊吼，在84年是开始动工，那到86年完工，那87年取得了一个使用执照，是停车场管理中心的使用执照。是。那在87到99年间经历了多次的委外，有一些厂商进来，但是也都没有经营得很成功。所以到99年的4月份就成立了昆禧湾的文化园区，然后由文化局这边来做使用，成为一个游客中心。对。那到99年底，我们刚好遇到了县市合并升格，所以在合并的初期还是由文化局在做主管。那到100年的4月才把它移交给观光旅游局来做管理。那我们收到这个船屋之后呢，也是很积极的在延续着前期的招商的作业，那继续来办理招商。那在100到104年之间呢，我们也依照着促参法来公告招商那其实厂商也都陆续都有来投标，但是也遭遇到了像他们可能评分不 OK 啦，或者是厂商就他们就自己甚至有自己解除契约的就是解除那个投标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到后来都没有成功的把它委外出去那一直到我们的回头来检讨，发现其实它的
卡在它的使用执照，它目前都还是到107年的时候都还是所谓的停车场管理中心的一个使用执照。那你要做商业行为是受限的，它是没有办法去做商业行为，所以导致这些营运厂商真的要去营业商业的时候，就真的卡到使用执照的问题。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说，那真的应该就是去把那个使用执照把它转换成可以做商业的。所以我们在107年的5月份经历了我们去把这些消防啦、电梯啦，然后这些防火等等的这些设施都把它全部改造，然后去跟公务局申请。那在107年才去正式取得到了所谓的店铺跟餐厅的使用执照。那后续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持续在招商，而且我们都跟厂商也讲说，这个使用执照已经在办理变更当中了。你只要进来的话，未来可以照你的使用计划，我们就是会朝餐厅跟店铺的一个方式来做商业行为。然后后来我们也在107年变更执照的时候，也找到了一间厂商进来，然后在点交的过程中，他又遭遇到了他自己厂商营运的一些考量，所以他也还没点交完就又退掉了。所以就到107年，这个等于也都还是没有厂商进来。然后后来我们就赶快又继续上网招标，然后找到了一间那个敬业有限公司他有意愿来投标，然后成功的，我们就在109年把它跟他签约点交完成，然后在109年5月有开始试营运，然后在111年的1月就正式营运。那我们在完成点交跟试营运完成之后，它就营运了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那结果在110年的12月左右，因为它没有提送该提交的一些营运成果啦，或者他有转变他的营业行为，他要提报他的经营管理计划书的变更，这些都没有照契约来走，对，然后就被我们解除契约了。然后也导致说，比如说他一些电费也没缴啦，然后有一些跟摊商有一些财务上的纠纷，这些等等的行为，导致我们就跟他就终止契约，而且跟我们市政府还有摊商也分别都有提起了相关的行政诉讼，所以就正式进入了从110年起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诉讼的期间。然后一直到去年114年，法院总算判决我们关旅局是胜诉的，那我们才委由那个强制执行处来帮我们把船屋来强制锁回，然后移回来给我们管理。但是因为里面还很多是摊商的财产跟营运商财产两个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在点交过程中也跟副理账那边也有经过很多次的一个点交的一个的时程所以我们点交了好几个月，把那些财产全部厘清了，然后该搬的搬，该清的清，然后把船屋的这个房子的壳总算移回来我们的观光旅游局来做后续的我们新厂商的一个招商其实在这个办理整个诉讼期间，我们还是持续在招商。那我们也跟厂商讲说，我们只要把旧厂商的那个诉讼的权责把它厘清之后，他就可以正式的可以进来进驻了所以我们在去年的11月28号也跟新的厂商完成点交，那目前就是正在筹备中，那预计也是今年可以开始顺利的营运。是好。所以呢，听咱的科长安尼讲，咱会当知影讲伫107年进前都是使用执照的问题，因为你来这边营业就商业的话就不能用嘛。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他其实上次的竞业还是失败了，所以甚至是成立了自救会。那我们今天自救会的副会长也到现场咱来听看你要安怎讲。我们因为信任市政府遴选委托经营的得标公司，当初一共投资了2-3千万在项目的经营与建设。得标公司在我们投资入局后，不只对市政府违约了同时回头也对我们这个进驻的得标厂商违约了。有的厂商因此破产跑路，造成社会的动荡。迫于无奈，受害厂商、市民只能组成自救会，走上街头抗议以维权。对啊，所以按你听起来科长是不是就是前面那个竞业那个厂商其实就是刚你有讲到，它有很多地方是不合规定，所以你们才会就是说不让他们再继续经营嘛。但是呢，下面受害的是那家摊商对不？你们摊商大概就是有20-30摊都是受害者，对不对？是的，大大小小，有的他是2度就业的这个妇女，也有这个回乡的这个创业的青年，
对，也包括像我们几家比较大的连锁的厂商，对，我本来是在花博做这个产业，对，那台南也抱有梦想这个回乡。对啊，结果说底下这就是等于说是竞业，然后让你们去承包以后，然后请你们厂商进驻啊，结果后边他们旗舰户发现问题，该有料，你们的摊商面临了很大的损失吗？是的，曾经我们也向新上任的林局长建议，整合我们受害厂商在原有的投资基础下，可立即恢复营运但换来公务员的官僚与漠不关心中标1年了，至今仍未开幕。这就是我们的现况。对啊，所以按你听起来的竞业一进检发现讲好，我承包商包了以后让摊商去做，就后来有一些不符合规定，一变这工伊的底下看旗舰户怕关系，阿玛看也摊商怕关系，像这种情况，我们新进来这间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们怎么去规范呢，科长？是哦，我们在新的契约里面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范把我们之前一些遭遇到的困难就把它名列在我们的契约里面，去明定厂商应该要负担的责任，而且呢，我们也把这些契约去做公证，这可以确保说我们机关跟委托厂商之间的一个明确的法律关系，而且以后如果遭遇到问题的话，不需要再经由法院的判决才能够走强制执行，而是直接当机关有觉得权益受损，而且遭到法院判决的时候，不用等到决定下来三审定验，只要有第一审过了，我们就可以立即强制执行，可以缩短很多跟厂商之间诉讼的一个时程，这也是我们在这次学到的一个经验，然后把我们纳入新的一个契约规范。对，所以真该发生的代志，咱希望讲这新的规范出来了，莫阁发生同款的问题啦吼。好，咱罗议员，你长期拢咧监督这件代志嘛，对不？危险警告即马，你嘛看，和我相共，经历过有够侪届这个咨询你咨询我拢有给你采访啦。你讲起这些传闻的时候，你认为说这是人为疏失还是制度造成的？那你未来觉得应该怎么去监督它？这个应该是人为吧？人为。这自较早。20几年前，我当做议员的时阵，那船屋就搁置在那边，一直没有动。他科长嘛，一直甲咱讲，当时的使照输缴是停车，你要改做是商业，唔敢做。即马官员大家拢做保护家己，当然一定要合法。可是迄个时阵，阮有咧甲市长反映啊，咱莫讲倒一市长，要经过3、4个3个市长嘛。阮拢有建议啊，包括。大清地柯南仔的手，我拢有建议。我讲有一个这么好的建筑物，虽然是中央的预算，咱就是地方看要安怎个需求，要安怎个改变。伫这段时间，这几档有看到讲他来经营嘛，这几档开始有经营，今嘛在纠纷啦。他们协会也没有来找我们民意代表，所以我们。当时他们成立这个协会，我们也不知道。自救会无催恁啊，应该你自救啊。我们观光旅游局还是要加油啊。我跟你讲，这若私人的财产了，你较有可能放底下放那有盐。对啊。我看到做唔甘的啦，你敢不知？一个好这么好的所在，会当作为泰国的帕塔亚，会当作为那个美国的足者有的较先进的国家。对啊，那些海滩。咱一个这么好的场所，结果无换倒转来吼。搁互人大家嫌要操生意，但变做是大家困扰。我感觉监护单位要加油啦。我们要用加油的方式，我嘛唔卖过来接笔啊。在这个所在，我们希望你要赶快去处理，让它活化，互有些商机安尼，这嘛是大家期许啊。对，所以卢议员认为说是人为占了很大的部分。对，那我们还是用鼓励方式，希望下次能改进的做得更好。所以安尼我等下翻倒来请教我们的副会长，恁成立自救会嘛？恁认为讲东车时你们在第一线经营，对不对？你认为说为什么都经营不起来？原因到底是什么？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人潮是有慢慢的凝聚起来的。对，我们其实打造这个地方是。变成一个老少咸宜，这个亲子教育的一个友善基地。对，所以我们完全是因为市政府他监督不力，他这个遴选厂商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未来现在新任的这个厂商，我们也是着重在关心这个部分。对。
好，所以新厂商的部分，我们待会会请教科长啦，哈，因为可能在未来我们需要多一点的规范，然后多一点好一点的条件，用鼓励的方式，这样才有办法开发嘛，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的就是我们在地的哈，那个潘理事长嘛，你长期都深耕当地的文史，那在公黄金海岸这一片这么美丽的沙滩，哇，我们都可以去看海景啊、夕阳什么的，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可是因为一栋船屋在那边。变成说哦，你今嘛吼，真正要互人客来，你一定要有价诶，有剩诶，有一寡设施或者是你有什么特点、文创啊之类，去吸引人家嘛。你如果光光只有就是一片海滩，大概就是开车看过去，骑脚踏车过去，走过去都是看完了啊，就不会驻足留下来。哦，那就是就我们这个文史的观点，然后深耕地方，我们知道这跟昆喜湾文化园区是连结在一起。好，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理事长跟我们做个定位？迄个其实吼，咱讲船屋吼，其实徛伫阮家己地方的成长大汉的吼，看起来拢是心有戚戚焉啦。为海岸线的缩减、树林的砍伐，甲即个船屋的建构，即整个来，即20多年来，政府开的钱无算少，伫无算少的情形下，伊的功能性完全拢无发挥出来，吼，这是比较可惜的啦。是。那伊最主要，阮咧看伊即只船屋的部分的定位吼，即个咱讲的地标，咱要甲定位是要定位倒位去？徛伫社区的立场，那阮的立场就是，阮经营社区已经10多档啊，阮做昆喜湾的规划，甲包括小旅行，算有一点小成就了。阮一档上开这拢爱服务差不多要几千人的，这个游客。哦，那是外地的，那我们都跟公所一起合作，那计划都是跟学校的 USR 哦这些配合的。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其实我咧看我已经这个工作我已经讲几多年啊，其实阮原理遮尔啊大的昆喜湾园区，无一个叫做网络中心啦。就是叫做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啊，游客中心呢，除了政府单位要处理的时阵，还有一项就是你要有社团、公益社团进入，进入的过程内底就是服务人客啦。啊，如果今仔这项拢做袂到，其实你拢徛伫商业空位去看这项工作的时阵，我甲你讲，到尾啊，拢是不了了之收场，因为厂商一定要以利益为优先，无人愿意摕一条钱来伫遮。一直咧烧钱，这是一定，这是现实的问题嘛。对。那为什么这么济、这么久20几年来，这么经过这么济厂商，政府单位的范畴内底，为什么拢无去思考这点？伊拢是想讲，啊，我着工课咁标标的，互人去处理，啊，就一了了之。你做有成做无成你的代志啊。啊，问题是，伊后壁留落来，互地方是啥物物件？伊的延续性是啥物货？咱常常咧讲啊，永续经营，永续经营。为什么要永续经营？永续经营可以从小到大，大到无限大。啊，今仔日伊的相关大就是我头讲的，就是它要连接跨社区、跨部会去做经营。啊，我遮吼有一个感觉啦吼，其实伫徛伫昆喜湾内底吼，这是先煞甲咱公部门讲，是，因为伫昆喜湾内底，昆新有即摆有黄金海岸。会足长的沙滩，第二项就是伊有真水的即个红树林。咱来到迄树啊，咱有火炬石的故事；来到湾里有一只无咧烧的王船，甲咱青草啊地文化。这部分这拢是地方故事，甲即个啥，迄个无共款的祭典方式伊的展现。啊，若是讲到即块，其实要互人会来你遮。你得要有一点仔物件去感动人。对。比如讲，我今日去到黄金海岸，我除了赏夕阳以外，你是毋是当伫这个过程内底，加减仔了解咱地方的文化？其实一开始咱这个黄金海岸方舟啊，伊是被作为游客中心的嘛。那些后来可能就是说，你光游客中心不行，要再引入一些商业的机制吼，想讲会当它发展呗。但是呢，后边都要变做是这个情形哈啊，所以我觉得理事长讲的很棒啊，你真的要现在啦哈，现在不管去哪里玩，你都是要。当地的文化，再加上说你可以让人感动的一些事情放在里面，人家才会去啊。好，那我们就建筑角度来看好了。傅老师是建筑专家所以咱来问讲，你来按哪看这栋船屋啊？其实这个船屋吼，从兴建开始吼，坦白讲啦，我去无几摆，那
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吼，定来开车遐过，想要落来，已经走过啊，这款情形。所以我是觉得伊的规划吼，有一些先天性上的弱势啦，就是讲伊伫一条快速道路的边啊，其实这栋船屋的前面并没有很好的护地，因为你即摆去是落就是一个停车场，对，南边的停车场的情形，你若要按正门入去，其实足困难，正门，所以这栋船屋其实前面缺少一个护地，后面其实嘛是相共，后面即摆是一条步道啦，所以一条步道跟这间厝其实是两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咱要活化这个建筑物的时候，其实多考虑让这个所在的腹地可以稍微改变，伊的环境应该会当小可改变。我感觉这个公部门会当去考虑讲，让这间厝的周边环境稍微产生改变。那这个改变会让伊的腹地更较大，所以这腹地更较大，可以容留的人数。就会变多，不是讲咱逐摆去一定要入去这间厝内底啦，安尼。对，对耶。傅老师这样讲，我才想到说，每次去都要先开到那个停车场，然后怎么好像跟船屋是有点距离的关系？所以科长这方面是不是有可能会以后做改善？我们在船屋的整理方面目前是以一个公园园区的方式来思考它，所以它是一个带状的一个廊带的公园所以之前我们也争取了中央的经费把它从小美军那边做的步道一直延伸到洗漱，然后再往南延伸到湾里这边来所以它是一个大概2-3公里长的一个滨海的步道。那船屋它只是其中的一个休憩点而已所以我们并不是只针对船屋本体而言在做改造而已，我们是把它整个周边的环境，包含它未来的考虑，它周边像洗漱那边也有一个观光发展的一个区块以后可以做饭店的招商，这些整个都把它考虑进去，所以我们是做整个空间的调节。所以刚刚傅老师也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未来让游客怎么样去引导他好好的停车，然后顺利的走到船屋来做休憩跟消费。这个我们会来更加的去思考，让游客有一个好的动线跟停车的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个好的结合。然后让行人游客可以更安全，然后更舒适的在这边活动，这都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些目的。所以说我们除了招商，让成立一个商店在这边提供游客的商业服务之外那可以给这边游客更多感动，可以更深刻体验的机会。就像刚刚我们理事长讲的，我们会把周边的这几个社区，从昆生里洗漱里一直到湾里这几个都是很资深，而且是很有历史风味跟人文特色的一个街区。所以游客来不是只有来船屋而已，也不是只有来看夕阳，而是他要来把我们这边的整个历史人文特色跟地产，它很多特色的名产都可以一一的去探访，去把它好好的去体验过一遍，这才是我们来这边最主要的目的。那这也才是我们观光旅游局能够在这边继续提供游客更多游玩的机会跟体验最主要的目的让大家可以得到更多，获得更多，然后也把这些游客的效益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这个是我们的希望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请的来宾这专家都可以给我们观光旅游局未来营运更好的建议啦好，那讲到这一点呢，卢坤福议员，你刚才干嘛说，其实这20-30年来啦每次在做这种招商什么的，好像都没有让地方先去参与你干嘛说地方的参与敢有够，还是干那你民意代表去发声？是不是今嘛咱大家拢讲我们是不是要多听一下人家的心声？就像我们的名字市民心声一样，多听一点心声。你这样子出来很多意见，你看像今天现场来宾的意见，对科长就觉得很好对所以你干嘛讲这20-30年来，到真正去听到咱的市民的心声嘞？所以我刚才在讲，这有没有人为所在？应该是有人为所在。是这个观光旅游局接手以后，那到底你有没有用心？很多的民众，你像我是看结果你的过程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不是专业人士嘛？你也让去问一寡像这学者，问看咱家看什么，他我们老师讲的非常好说前面没有护地，后面还少了那个游戏的那个一个范围无我讲过，你马上去较先进的国家
哦，迄个去取经啊，对不对？足侪国家，甚至个国家吼，伫海边吼是足侪人当作是宝啊，结果我们这几当来好佳在有法保出去，可是虽然是小个了，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赶快我们那个看到好的成果了。对了，观光旅游局哈还是要用心一点啦。我希望讲较紧来活化安尼啦。所以这样子我就要来请教傅老师，因为毕竟20-30年前做什么建筑啦，或者是什么公共参与之类的，跟现在盖到里沙扎当，我们这个是不是要跳脱传统思维啊？现在的经营模式应该不是这样吧？是不是傅老师？其实因为咱即马咧招商，拢公部门先决定做这代志嘛，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开放的开放给大家来提案嘛。对，可以有一个提案，然后感觉讲然后就那些提案再来决定说哪一个方案是比较好。比如讲我来讲啦那我来做，我会按这个房子本身拉一条步道，一直延伸到沙滩上面去。就是讲我一直感觉这栋厝不够亲水。虽然它是一只船啊，但是它是一个搁浅的船啊。它搁浅在岸边啦，不能靠近的船啊，不靠近。你去国外看所有的海边的建筑，其实都跟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是，所以咱有机会讲，会当按这只船啊，这个建筑物有一寡延伸跨过去这摆的步道，然后会当到更接近海边。我想遐就当可能变一个足侪人想要去的所在。另外来讲，就是这只船啊的屋顶，就是咱讲的甲板，一点不可及。咱即摆讲里这个建筑物的里面啦，就是船舱里面，但是上面的甲板是不可及的。所以如果它的甲板的是讲也触定能够开发出更好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人拢要秘伫船啊内底看夕阳。有人想要去顶管晒海风，尤其谈恋爱的人到上面晒海风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那个可能性应该更多，而不是局限在那个房子里面。当然，如果我们还有可能，比如说咱有船啊，也当然安平港坐船啊，小船坐到附近的一个防波堤下来。那这样子可以让更多的游客不是从这个快速的海边的道路来，也这样从海线过来，那这样子又可以增加更多的契机。对，意思就是讲，可能性足多，那蛮个限制底下变成一点点的可能性，那这样子招商也不容易招到，那它的特色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特色在这里。哇，真的是不愧是建筑专家，我们傅老师真的是宝啦，讲出来的话都是一针见血哦，这个可以跟我们的观旅局做参考。好，那理事长来，你认为说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公民参与？然后另外呢，我们现在地方创生这个也是都现在很流行嘛，你认为加入这个机制会不会让这边的发展更好？我感觉这是一定的啦。迄个咱定讲公民参与本来就是为下到顶的声音出来嘛。那为什么一直这项工作一直伫这只船坞到阮社区内底无去实现？就是几乎就是叫格格不入啦。格格不入就是迄个啥厂商有伊的考量，政府单位嘛有伊的考量，在招商的过程内底，伊所有要爱的物件，甲毋是要用伫社区的即地啊。所以在这点内底，我定讲啊，爱先理解这个地方。了解地方的需求，咱到尾较来知影讲要用什么生理方式，这个会当发展起来。这就是咱头我讲的这样物件。所以我定讲今仔日的困境，毋是地方相反对，其实是当初是伊无甲阮当做歹人。无甲你问恁的意见，听恁的看法啦。对啦。所以伫这点内底我感觉安尼头个傅老师咧讲的伊头讲迄个蓝色公路其实公所甲迄个早前阮有咧讨论过这点。那咱即摆讲现实的部分，就来咧讲头前的那个脚踏车步道。其实伊是连着这个咱的双博，就是咱的迄个国家的这个啥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咱基美博物馆。对。那伫这两点内底，其实中遮尔啊远，
礼拜到湾里，礼拜到这个昆喜湾的园区，他只能骑脚踏车，他完全不能看到故事性的东西。啊，这种物件就变做是来运动啊，伊毋是真正会带人来这个所在，伊是来欣赏环境，伊毋是来了解人文。啊，我拢定讲，风景甲人文会当结合，其实对着一个社区的发展，其实伊是有加成。对，毋是干那讲，干那一项讲，啊，就干那这个，咱讲的讲这个啥，迄个风景欣赏赏的，啊，带男女朋友来约会一下，好，啊，剩的就讲我曾经有过去过，啊，这个地方的故事完全拢无，对，啊，无的时阵，你要哪去体现，这就是阮地方即摆咧做。其实阮即摆地方，阮的协会即摆做遮尔啊久的，这个地方的经营甲规划吼，其实拢一直，我讲一个，这去算较闹开啦。湾里社区吼，阮的游客来到湾里社区，大家宫庙拢有去，就踅一日，结果但唯独无去环境海岸的船路。真可惜啦，对啊，因为就是我毋知要安怎去甲这个甲这个人去介绍这个迄个，因为去就是消费嘛。啊，你去消费，带人去消费，像咧阮是咧旅游，咧经营旅行社共款。阮无爱安尼，就会比较商业化。对，商业化，所以阮希望去迄个所在是有人文、有地方的故事。好，啊，甲迄个啥无共款的迄个创业，互人感觉讲这个所在真正是。有灵魂、有文化，这是徛伫阮的立场。啊，我嘛希望讲，其实伫公部门咧参与甲即个招商的过程内底吼，其实爱甲这点爱纳入。其实伊若是干那纯粹想着商业行为，我跟你讲，到尾一定是失败。对，因为就头拄咱讲的，伊伫营运无舒适的时阵，伊就会当差不多，我会使先撤卖，啊是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当增加这个项目？对，因为一个毋是真繁华发展的所在，你要互伊有一点仔人去认同你，这一点仔时间。对，这无时间去经营，其实你讲的要一针见血。我定讲，今仔这间船屋若伫安平，你拢毋免做宣传，你嘛真好标。对啊，拢免烦恼。问题伊的位置就是伫昆戏湾。对。啊，这个湾区内底，尤其是上界弱势。我定定讲到安平吼，我讲。公部门伫安平内底投的资源已经真济啊，伊若当拨过来昆士湾这边遮吼，我相信咱的发展应该会真，应该真有成就感，对啦。因为阮伫10外当前，其实社区嘛无阮的团体，啊，因为有对这个团体，阮包括阮原里有一个商圈，商圈啦，就是讲伊是一个有咱一个专门为着地方一寡即个所谓的迄个行销。咱的产业的行销，啊，咧做一寡推广，啊，所以伫这两个单位成立了，其实我拢一直互湾里的曝光度一直增加，昆士湾的增加这个曝光度。啊，阮当然互曝光，一定要袂讲到商业，可是安平根本不需要曝光啊。对啊。第一个单位，咱来到台南，来安平行行，我拢定讲，会当顺续徛，你安怎互伊会当过来南区这边，这就是阮一直期待的这项。啊，你要安怎互因遮个人，你一定要诱因嘛，你一定要有特色嘛，啊，你无特色的时阵，你干那讲叫你就来，啊，我是要去创啥？看一只建筑物，对啊，无物件通耍，看一眼就走了，对，就是安尼。啊，你若今仔日你会当甲人留咧，我定讲，我若咧办活动的时阵，我拢定讲，你来我遮参加活动，你无2点钟你走袂开卡，为什么？因为这2点钟就是你要互你体验地方文化的物件，甲伊迄个啥，伊内底一寡。咱的迄个产业文化甲美食文化的所作，对，啊，这就是咱咧推广的规划工课。对啦，所以就是一定要融入社区啊，一些创新的东西，然后要带有感情、情感，这样子民众才会留下来。你留下来以后，相对的就会有商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哦，当地里长跟我们一些民众对于黄金海岸方舟有什么款的看法？我是感觉讲这应该得要紧发包出去，互民间来经营啦吼。因为这毕竟大家拢来这佚佗，你若要买物件、要食物件，一个较方便啦。啊，无毋对啦，这真寒天一定较无人诶。毋过热天敢若人是足济啦。啊，我是感觉就是讲真通个发包出去啦。咱的海岸也无较输伫垦丁啦，啊，咱垦丁都我都经营较好啊，吼对。
啊，咱遮嘛是你，因为你这无一寡者吼，无法度带动这个人会当来遮集中啦，哦。咱环境咱遮风景真诶足水，咱坦白讲，拄啊查着水上游乐设施啊。你若水上游乐设施有法度未来，一定会人一定人潮一定会足侪人未来对啊。拄啊查着无水上游乐设施啊，你短热人几个月尔，就无人啊。我的期待是讲，以后法度开放水上游乐设施哦，人潮一定会当袂来安尼。该做是，我的感觉是袂歹，因着看经营者要安怎经营啊。因为啊，经了起来会带动人潮，会带动南区遮的发展，对哦。店家比较少一些吧，对啊，店家如果多一些，可能游客会比较想要来吧，对啊，因为这边，不然这边是蛮清静的，对啊。对啊，然后吹海风，对啊，很适合全家，对啊，全家一起来了。我是觉得早上来这里看。就是风景是觉得蛮美的啊，我是觉得这里可以就是增设一些美食街啊，然后让吸引外地的观光客过来这里海边看美景，然后顺便可以吃东西这样。对。所以我第一集开始的讲，我们台南就是文化嘛，古迹、美食、文明啊，大家都会希望说，你这个地方去来的话，你就是有这些东西有。那另外再加上说，刚才我们来宾建议的，你要加上一些当地的文化嘛，要有特色，要有文创嘛，这样才能发展嘛，哈。所以咱都讲嘛，有听的几关哈，代表的我们的里长跟当地民众的一些心声呐，哈。好，那卢议员，你对于说未来哈，咱看20-30档啊呢，咱都拢希望讲也当好好啊发展，带动咱南区的发展嘛。成为我们南区还有我们台南市的骄傲，对不对？那你对他未来有什么建议？未来我个寄望讲吼，会当像其他的迄个海水的哈尼啊好啊。咱目前吼一些水上的一些油气吼没有啊，当然安全是最重要。对，我也希望讲吼，咱政府单位吼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环境规划好。让这里更加安全啊！几寡水上的那个游乐设施哈，让有人去经营，是这比那个无形中带动的人更多啊！对对对，所以我是寄望哈，我是寄望除了小吃，台南市的小吃又是闻名了。我讲这小吃哪如果让进驻里来，咱这个船屋吼，这个免讲过。这个所以安平小港大家拢主动去，这网络大家就对了哈，可以玩啦。对啊，所以这个要好好的去规划好。我相信这也唔免开足侪钱啊。起码现在的网络情形，那如果好就大家拢底下打卡，所以就是一种行销啦。我寄望吼，水上的一些油气吼，还是要并进啦。安尼人啊，要入来投资吼，他们也有看到一些愿景的。好，那我要请教副会长啦，就是说你们上一任就是可能不好嘛，那目前就是官司的事情，就先不要讲，让法律去判。那目前就是说已经有新的厂商进来，你们有可能会再进驻吗？会不会进去参与？针对这一点，就是其实潘理事长他是尊敬的文史工作者，讲得非常好，这个永续经营的这个理念，对，但是我们有说到这个，根据联合报2026年1月10号的报道。他说新的营运团队自4月1日起营运，初步规划夜间经营至翌日清晨3、4点。是，我想请问市政府字面意思，它这个空间疑似变成夜店形态吗？白天美丽的海岸，傅老师说的这个亲子教育空间、美丽的沙滩，我们反而不开放的吗？这不是背离我们这个永续经营、老少咸宜。亲子教育的初衷吗？是，就到底市政府这个遴选厂商的标准是什么？对，可以疑似夜店这样子搞吗？好，那这一点真的要请教科长了。大家本来想说是不是白天开啊，必须要开红啊，现在就是按那天开始，真的是晚上才开放吗？好，首先我先那个卢议员这边就讲水域安全，我们这个水域活动我们在水域安全的一个状态之下去引入适当的一个水域活动。这个是势必，因为它毕竟是海边嘛，所以在能够兼顾安全的状态之下，我们把适当的一些水域活动引进来，绝对是对游客是很大的一个加分啊，也可以适当的把这个船屋的
游客可以让他进来更多，这个当然我们会去努力的方向。那另外刚刚在副理事长讲的这个并不是所谓的夜店它其实整天还是属于开放的一个营业的状态的船屋那它是一个商店的模式，整天都有开放，确定是整天都有开放的。但是我们有特地去跟业者提到说他是考虑到白天是真的蛮热的，那从傍晚到夜间的这个才是目前游客人数最多的一个状态之下，可以把这个游客做最大的商业化的效用所以他是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把那个营业的时间延续到更晚一点？那这个所谓的更晚一点，我们也不会让它是就像台北夜店这样子的一个热闹繁华的一个状态，我们就想象的是这个听海浪、看星星然后可以听着悠扬的这个音乐然后在这边很悠哉的一个夜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夜间经营模式，我们也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不是说一个热闹的一个夜店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需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所以就是你时啊赶快嘛也是有可以进去的是。那其实白天的话，你认为说大家都是傍晚才会比较凉会去嘛？那可以结合我们的文史这边对不对？文史工作者这边他们可以带队然后去那边导览但是你就是里面一定要有一些特色，让他们可以好带去导览。你讲像游览车给你带去买物件呢，你当然要有一些特色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我们也请教那个理事长。我的感觉是安尼啦要互迄只船我是感觉有一个想法，就是互伊在地台南味啦。什么叫在地台南味？就是以地方的特色去展现比如讲我原理以前含二林溪的甲界，就是含高雄的甲界有一条溪叫二林溪。这条二林溪咧，伫早前阮有一个产业叫做废五金。伊这就含水有关的。对。伊为污染水源甲即个生态保育，伊经过差不多20几年。对。即内底故事，包括阮以前迄个挂着甲子去咧捡废五金，去咧画酒干摊卖无这个故事，即摆阮拢抑搁伫社区咧讲。对。那伫即个过程内底，要安怎家用做一个，互即个百姓参与甲有人会当伫迄内底讲故事。伊有一项物件就是以环境的教育甲在地故事做结合。我想要讲的就是讲，如果内底会当设一个叫做废五金故事馆，废五金就是完全就是以地方的产业甲污染甲水源的即个相关的教育去做展现。我相信伫即个过程内底，伊变成一个会当讲话基地啦。对。这就是一个基地。那因为阮原理无当找这种所在，因为伊的腹地需要空间需要有1点大。你的电视嘛，无你免咧做展览，你靠我都去讲遐故事嘛。同款的意思，咱毋免复制咱家己地方的家己的在地的迄个在地的特色，特色的迄个即个故事。安尼我感觉即个产业对阮来讲，其实会当搁传承，搁第二项，伊搁有环境教育，搁有即个地方故事的展现。安尼伊就靠迄个，包括即条二林溪和阮的王船的即个文化，是安尼相关性。伊和阮的地方遮周遭遮的迄个乡镇，伊是有啥物相关联性的一寡迄个咱所谓的宗教活动的连结，这拢是阮需要去展现出咱地方文化甲实在实力的，互大家知影。结果阮即摆拢有足侪物件，毋过阮碍于无迄个空间，阮就拢爱像阮这样是叫做一步一步咧行俩，无法度。人讲徛一个奥多麦，吹一个油，驶较紧是看。若如果今仔日船务若是会当变做阮社区的一部分，那原则上我感觉未来的发展会搁比即摆搁较好。就是讲政府甲迄个招商的人，就是厂商，甲咱地方叫做共荣共好。这就是阮咧经营地方的所谓的创新的工课的一个理念啦。如果今仔日咱若是干那完全纯粹，干那要放伫倒，
放伫咱的商业行为内底。讲一个较简单的啦，伊就变做一个定位啊啦。对。比如讲，伊是一间餐厅，伊毋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店馆。啊，我相信安尼建筑物其实伫使用率甲使用效果其实是减分的。对。因为伊敢若会当一项尔，伊袂当多元。对。安尼对咱来讲是可惜。对。这以上甲大家市民分享。对，所以如果说未来的经营只有商业的模式，然后就有可能像一座百货公司立在那边而已啊，那百货公司还更多人去买呢，这又不一定因为它的东西没百货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定要结合一些地方的特色、地方的文史，安尼里面靠故事、靠感动人的所在，人开去啦哈。好，那傅老师，你对未来有什么期许？未来若要当成功两方面啦，一方面是软体方面头拄理事长咱公部门议员都有讲过，我是感觉伊的形态要多样啦。就是讲伊若只是为了满足某一部分特定的族群，那永远就是那一部分的人会去。对，所以我是感觉应该更多样的来思考，来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白天晚上。都会有人来的模式，那它才会比较成功。那过来就是艺体啦，我是刚咱即摆在思考拢是讲咱要去找一个技能一个软体放入去艺体。但是我感觉如果这个艺体看环境能够适度的改造，更开放、更清水，伊的成功的几率会愈较大。不是讲关伫内底。做所有的代志，你应该把那么大的腹地当作是你自己的，不是家己紧缩在这个范围内。当然，这部分就要咱市政府愿意伫招商，还是伫这个在找厂商的过程中，允许他在环境做某适度的延伸，那这样子他才会有更成功的几率啦。对，真的呢，你要比较更多元化一点各种人才会来到这边嘛好，那我还想到说，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在海边拍婚纱照啊，或者现在很多人在海边办婚礼然后跟那个什么餐宴嘛那这一点我们知道说，我们副会长当初在那个船屋里面做的就是婚纱一条龙之类的嘛，是跟大家说明一下。但是为什么后来就还是做到失败了，对不对？对，因为我们就是遇到了这个上一任的这个经营者的这个问题嘛，对，他就是违约嘛，对市政府违约也对我们违约嘛，对啊，其实我非常感谢，就是卢议员对黄金海岸的船务的关心，对我代表自救会坦白讲一句话，我们严重怀疑在遴选这件事，政府严重失职，为什么呢？刚刚也讲到这个在地经营化的这个重要，但是新的得标厂商他是台北厂商，他3年换了4任的负责人。我们其实很担心会再重蹈覆辙。对。第二，他年初才从台北迁址到台南，他迁址的地址也像一个住家，对，并且呢，他看起来是一家经营食品的公司，他有何资历？所以他究竟市府的这个遴选标准为何？我希望能说清楚、讲明白，不要黑箱。好，对。如果说今天这个厂商他有完整的规划，我们其实也是乐见其成。我们也愿意在持续的投入，但是我们今天的感受是，我们是台南市的难民吗？这不是针对新上任的科长，可能你有无法做主的地方，但是郭局长在任时还会亲自出席，倾听民意。林局长从头到尾最清楚，却不思民间疾苦，根本不管台南市民的死活，受害厂商的困境也是要善后。好，所以我们副会长点到一点啦，就是说我们经历过里上早堂，还经历过那种厂商有问题嘛？那你这次的遴选到底质疑公平性他可能是台北的，然后本身做食品业，然后里面负责人换了好几次，这一点的话，科长您新接任的啦，真的接到烫手山芋，所以你还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好不好？来，好，首先这个营运厂商的负责人他现在。就我所知，他是我们湾里的在地人所以他跟在地的摊商跟理事长这边应该都他是在地人对，他是真的是在地人所以跟里长他们这些都有相当的接触他们
我们接触的过程中，确定他是在地人，所以在评选他的营运计划书的时候，其实都有审慎的审查过。哦，只是说他公司设在台北这样。对对对。哦，所以是在地人。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以后会有一些可以再去努力的方向，我大概跟大家做一些小的总结，然后我们会更积极的纳入多元的活化的元素哦，像是包含了地方文化的活动啊，包含了像地方宗教、在地产业的人文历史。然后探访街区、巷弄导览，这些我们都可以来跟地方做结合，然后包含以后一些特色的海洋市集啊、海洋教育、生态导览这些海洋生态的元素，也都会成为我们一些营运的元素啦哈。那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强调跟地方的需求还有特色来做结合。这个招商的时候也有鼓励厂商要提出能够融合海洋文化、生态跟教育推广等的元素放在他们那个营运计划书里面。那黄金海岸沿线也跨越了士昆生、喜树湾里等多个传统的渔村聚落，那里面也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一些观光资源，有丰富的文化生态跟农村渔船的在地特色。那这些也都是未来在船坞营运厂商不可或缺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以后我们会来跟厂商还有地方做一个中间的桥梁让我们里面甚至有一些多出来的空间啊，或者是未来的营运的那个内容，都一定要跟地方有明显的一个结合不是只有单纯一个没有灵魂的商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避免的一个方式以下这样。哇，很棒哎！我听完科长的结论，他把我们在场来宾的意见都容纳进去了。科长刚才我们很期许你把我们这个船坞走起来，对不对？那我想应该很棒了那科长好，不错。好，那咱今天探讨到这我想大家对着咱这个黄金海岸这只孤单的船仔厝。伊现在呢可能面临再生的一个契机那我们当然就是刚才科长也有讲了那么多，也算是承诺了，因为电视都录影下来，回去就要做到，然后多多听听我们地方的心声，像咱市民心声赶快，相信呢咱这届一定要让咱这只船仔厝好好做起来。好，咱再次感谢现场各位来宾，谢谢你们，谢谢。咱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市民心声这波底下各一段了，咱再会。